間過得好快，我記得咧喺10年之前咧，唔少嘅人咧就同我講，其實香港咧係要搞一個高端有質素嘅商業新聞獎。其實過程咧係一啲都唔容易，但係咧傳播學院咧就要肩負呢一個嘅使命，將商業新聞獎成為首個由大專院校設立嘅商業新聞專業獎項。喺呢一度咧，我衷心咁樣感謝各位新聞從業人員、評審團以及支持嘅機構，不斷係對於我哋嘅使命係支持，令到業界同埋學術界咧係彼此成長同埋進步。好高興今日出席第10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嘅頒獎典禮。今年係踏入第10屆，不僅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，更加係印證咗獎項喺業界累積嘅深厚根基。亦感謝主辦機構同埋評審團嘅付出，令到商業新聞獎持續發光發熱。祝願商業新聞獎再創高峰。今日咧係好開心啦！每年一度嘅頒獎典禮咧，亦都咧係同大家聚首一堂，共同咧慶祝商業新聞獎嘅10週年。我衷心祝賀傳播學院，我希望咧呢個獎項咧可以咧係不斷壯大，不斷咧可以延續。首先恭喜你哋啦，係進入第10個週年嘅新聞獎啦！我希望咧係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啦。我都做咗幾年評審咯，我覺得啲作品咧係越嚟越好，都覺得係一個持之以恆嘅一個為咗業界都有好重要嘅貢獻，所以我哋都會繼續支持嘅。恒生大學其實都搞咗10屆呢個商業新聞獎啦，呢10年嚟咧，佢哋都係一直好支持香港記者嘅。所以我最後就想講咧，一齊企硬支持香港新聞行業。其實自己都參與咗好多年。覺得一間大專院校對行業嘅支持其實係好重要。我希望係有更加多嘅新人可以入行啦。我都希望有更加多人可以捧起恒生新聞獎嘅獎杯啦，寫出更加有質感嘅深度報導啦。好開心啦，可以返到自己母校。我最想多謝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有呢度嘅栽培啦，俾咗呢個平台啦，呢個機會我哋。所有嘅從事商業新聞財經嘅記者，好感動啊！見到有幾位係我哋嘅校友，咁我覺得咧要感恩，即係所有嘅老師，我哋嘅團隊，其實咧即係大家努力出嚟嘅成果。希望咧，佢而家起，我哋未來嘅10年、20年，我哋共同為商業新聞事業努力，我哋加油！